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师父写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结个缘，依佛本愿踏实做，佛号声声口中过，念到华喜心开阔，自然相应回极乐。依佛本愿踏实做，依照阿弥陀佛的本愿，他的本愿在哪里？就你称念我的名号，我就救度你，这是他的本愿。我们是佛的弟子，他交代我念佛，他要救我，我就不会堕落，我就不会受苦。那太好了，我就顺他的愿，我不要去违背，我不要怀疑，我就称念他名号。佛绝对不放弃你，永远都不舍弃你，这是佛对众生的承诺，就是本愿。如果我救不了念佛的众生，我发愿绝对不成佛，我一定要救度念佛的众生，包括了在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的一切恶道的众生，照样不放弃，不会跟你分别。只要你一听到，马上开心的跟着音声念一句，佛就绝对救度你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顺他的本愿，老老实实的这么去实行，佛号声声口中过，我们念这个佛号，各位，我们在念的时候，每一句每一句要念得清楚，不要含糊笼统哦，不要随随便便哦，不要应付将就哦，不可以，一定要老老实实把这句名号念得明明白白，耳朵听得很清楚哦，心里想得很清楚。佛告诉你，你念一句佛号，消81劫的生死大罪。你在念佛的当下，25尊的菩萨如影随形来保护着你。所以你看，念佛的功德对我们众生利益可大了，而且可以消除无始的业障，增长无限的智慧。所以我们佛号声声口中过，念到华喜心开阔。我们一直念，不停的念，行住坐卧我都可以念佛啊。念到什么？我跟佛的心相应了，好像连在一块了。搭上这个划船了，啪一下子接上了。念佛为什么能够心开阔？因为我念佛不分别，我不再贪求了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再生气了，我也不懊恼了，我也不嗔恨了。我对于世间的一切，我都能够看得开，能够放得下，所以我的心就舒畅无比啊，没有任何压力，不起任何烦恼，那你的心就很开阔。我们众生就是因为烦恼，我们有贪嗔痴，所以一直笼罩我们的心性，不见光明，所以就不开阔。如果我们能练到把这些习性都改掉，那么你没有烦恼，心就开阔，自然相应回极乐，自自然然的，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心紧紧的连接在一块了。佛就是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众生，我们不违背，老老实实的去实行，按照佛所交代的话，一句一句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这么念下去，自然佛光普照，名号里面有无量的光明，在你念佛的当下，光明就照耀在你身上，你的业障消，智慧就开，福报也增长了。你舍命往生的时候，跟阿弥陀佛的心就紧紧的结合，回到我们极乐的家园，回到我们西方净土。这一句话很简单，但是必须要明白它的用意在哪里。我们要很清楚，把这一句话供养十方大众，大家对念佛的信心要增长，一定要建立起来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